各位街坊，煲仔飯第一步要同啲米講聲新年快樂，佢先會聽話㗎。好啊，松果可以做香料，蘿蔔就放鍋裏一齊煲啦。臘味要排成7星陣，吸收月光精華，呢個係祖傳秘方嚟嘅。臘腸發光，比胡蘿蔔化神奇。掀鍋蓋啦，这得加點靈魂，錦囊在手，醬汁不愁。我聞到了，是過年的味道，鮮香甜潤，撈捏都亮。聽呢啲係鍋巴唱歌，佢話恭喜發財，碗底見金。我們要車。年味魔法就係同你一齊分享嘅味道。